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上礼拜咱有讲到3个人吼，咱无图片互人看对无？所以今日对，嘿，还有前礼拜那像有我伫翕相诶时候，我若毋知影即3个人是啥人。丽丽小姐来解说以后，我才知影是足重要诶3个人。原因是啥呢？原因是讲，伫匈牙利还未建立国家以前，斯洛伐克较早是匈牙利诶嘛。伊还未建立，就是主后1000年诶时阵啦，因迄阵迄个第一任诶国王甲成立。以前就是讲匈牙利还未有以前，就有一个叫做摩拉维亚王国。伊迄个国王诶时阵就已经拜托，就是已经去请东罗马帝国诶皇帝，叫派人来传福音，派迄个会晓讲斯洛伐克斯拉夫语，会讲斯拉夫，因拢大部分诶人讲斯拉夫语嘛吼。就讲要求皇帝派人来传耶稣诶道理。就真正派2个来，后来佫有伊伫遮佫有一个学生，对斯洛伐克即个地区有足大传福音诶作为，所以就甲即个做纪念。后壁就有一寡较早诶第一间教会所存落来遐诶古迹，是安尼啊。所以咱就知影讲较早迄个摩拉维亚，其实是因为有一条河叫做摩拉瓦河，这条河足重要，因为这条河是多瑙河的支流，伊是流伫即摆捷克甲斯洛伐克的中间，一直流入要到多瑙河，就用迄个名来做因的国。所以是安尼来，是这3个，就是讲大先甲福音传入来斯洛伐克的3个人。对，而且因个写这翻译人吼，翻译做创造这字哦，创造这字。所以会当看到这3个吼，咱去的是慢慢要讲，这3个是啥物货吼？顶下个人摕实际摕，个人摕圣经吼。好，安尼来看了后，咱即文要来看。今仔日咱要搁请丽丽哦，甲咱讲一个神话故事。其实毋是吼，是后壁较会神话吼。但是这是遮上大诶教堂对无？而且叫做歌德，有人知影歌德建筑是啥物货无？这我未来遮诶时，拢毋知这是咧讲啥吼。所以咱即文吼。为即个首都要来到丽丽岛附近哦，但是即个所在是可惜势吼，咱较紧来请丽丽起来吼。Hello， 丽丽平安，你好，大家平安。第2集了，第二集对，顶届无看到诶，较紧诶，你叫起嚟看顶礼拜吼。系啊，咱今仔日要介绍即个所在，是可惜册，怎么样读啊？可惜册就是可惜册。对，咱顶届有讲都不利登对无？都不利的斯洛伐克人吼，因为看到人拢会甲你讲都不利吼。咱今仔日要正式，你来即个什么所在？市区可惜册对无？这是什么所在？较旧诶、较重要以前诶市中心嘛，吼。边仔嘛拢足侪介水诶迄种18、19世纪迄种贵族诶建筑啦。因为以前拢较有防卫性嘛，拢是大城堡。后来都市化、工业化之后，大家拢感觉迄城堡歹维修，搁伫无敌人诶迄种。考量爱防御的功能啊，吼，所以大家人拢迄种贵族就感觉都市的生活较好耍啊，吼，个来社区，来大家人拢会去家己的豪宅安尼，所以你若去即个都市，你会看到，其实即个教堂的边啊，也是
迄商街道边拢是古老的建筑啊。嘿，是安尼。就是讲，以前其实这个城堡是欧洲上密集的对无吼？咱斯洛伐克，所以伊那个人均啊，因是安尼讲家己那个人均平均的迄种城堡数拥有的最多啦。啊是讲遮的人口嘛是足少的，所以平均起来个真正会较侪。对，这人其实较少爱来迄个城堡做侪，所以就平均一个人有一半的城堡。讲这城堡，毋是你去看凡尔赛宫，也是迄种宫殿、迄种城堡居住型的，是拢是迄种石头，也是住伫山顶吼，伫山顶居高临下，嘿，也是较用防御功能，也是河边吼，迄种河边山边的。对，为着要迄个抵挡敌人的吼，所以有足侪拢去互拍甲剩一点啊，对无？哎呀，所以就迄想，迄大肆新建城堡的是迄种鞑人嘛，迄种蒙古人啊，因来遮攻打无掠夺整个欧洲，对无？是安尼。掠夺整个欧洲，嘿，那。所以较起的吼，做者城堡，掠夺整个欧洲，然后伊迄阵个足侪人死亡的啊，所以迄种的皇帝当迄种鞑靼车队伊要一个大肆新建，就是足侪石头城堡，迄拢是防御的性质诶。从13世纪左右，1240、1242那段时间，嘿，是所以较少人。伊遐开始石头城堡，是，就较少人住，拢会当租来耍，对无？我看顶届阮迄个翁的公司办活动吼，规个城堡甲伊包落来，伫遐。当时伫因公司附近迄个。嘛是有一点仔距离啊吼，但是规个城堡真出名，你敢有去耍？有啊。即份毋是去防御啊，即份是讲娱乐安尼。安尼好，所以讲即个做成即个啥物？这老师怎么讲啊？芳西哦。绳啊啦，你芳一个电线迄支绳啊。即支就是叫做绳啊，那学台语用绳啊，学做成的啦吼。所以咱今仔要特别介绍一个教堂，是遮上大的教堂，对无？其实应该是会当容纳人，会当5000人伫内底做礼拜，还可以当因的地平差不多是1800平方米，安尼嘿，所以其实介大，对。听讲伊个是哥德式的建筑啊吼，这是有啥物特别的？哥德式你看拢有足侪石地，伊较早期的嘛吼，伊建材拢是石头为主嘛吼，然后都有很多雕刻的细节啊，然后他们有那个看这个还没有像西欧很多那个有什么飞檐墙，就是有点弧度这样子。对啊，内底迄拱顶弄，你也去来看内底弄有啥物拱顶乐，就是乐型的。拢是安尼，安尼热，你看，尖尖头，嘿，看内底内装可能那个天花板，有乐状拱顶这样子，高对你就可以看到很精细的雕刻啦，是，而且还有彩色的这个玻璃窗啊，对无？事实上，我觉得教堂金马马龙就一直以来就是那些圣经故事啊，拢做爱用这种对啊。不过伊是哥德建筑的元素嘛，我也不会很确定。是，就是叫哥德吼，伊讲是上东边的一个哥德的教堂，对无？伫斯洛伐克吼。是足水的吼，我是捌去过哦，这老师去的，通你去的吼。所以伊有
两个什么叫做什么塔楼？塔楼，嘿，这个是北部的嘿，这个是纪念因较迄阵的皇帝，第一个皇帝嘛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那个是吉斯蒙德，哎呀，伊迄阵较介侪资金放伫遮对啊，所以迄阵都要开始比较大肆的去那个投资它，有金钱比较多啊。啊，毋讲伊迄个皇帝，伊嘛是败介侪钱，伊就嘛无钱啊。啊，伊有一个上简单的历史，就是即个所在，甲阮遮有一个所在叫史毕斯嘛，吼，史毕斯，即个所在，就是有一个中世纪最大，就是腐坏那个。中世纪占地最大的废墟城堡啊，那个林老师还记得吗？你也看到，你也经过高速公路，嘿，还有看一个。哦，那个城堡伫亚瓦。嘿，啊，有迄边过来到科西策这边，以前互这个皇帝吼，有6个迄种行政区，甲伊抵16个啦，16个那种行政区就抵押给，那个。波兰那边的国王给救济啊，嘿，就这个经验，嘿，然后也都没有还，一直到那个玛利亚特蕾莎的时代，对啊，他就是把那个他不是有瓜分那个他有瓜分那个什么波兰嘛，吼，然后他们对，他就把这个地方后来。就这样子回复，也没有这押金那些钱都没有再还了，就重新再回归奥兄弟。对啊，对，所以迄阵的钱就这个钱啊，应该是嘛有去到这个教堂啊，哦，是，所以这个教堂已经700几栋安尼吼，而且教堂是会当起来借钱，这我第一摆听过啦吼。不是听这个所在，伊这个我讲迄个10几个行政区，这个哦，这行政区就啊，刚好我你讲这个塔楼，就是咧纪念这个我讲借钱这个纪念迄伊借着钱会当起一个安尼，真伟大的同款。所以其实咱看到这个可能角度的关系吼，这是。南塔拄则迄个北塔伫后边吼，只系当。南塔嘛是有纪念一个叫 Clovis， 就是他这边就是我们之前好像也有讲过，他是比较重视那个文艺啊，就是把那一些就是文艺复兴的那一些比较重视教育啊、艺术那些带到这个，对啊，带到这个国家。在这个地区，所以奖励译文啊，嘿，所以嘛，该重视教育文化安尼。哦，所以这两个塔其实是你纪念这两个国王嘛，拢是用因的名来取名啊。是，咱来看这个浮雕吼，真特别吼。这个是什么？北门顶悬，听讲这是啥物？几个人？因为国王，左右两边都是一种较重要的可能的那个国王啊，啊，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女生，就是这个圣伊丽莎白，是，这个主保圣人。人家天主教的教堂拢介侪，你会当去看，拢会做侪迄种因的名。教堂的名拢是用迄个主保圣人来出名，啊，像即个圣伊丽莎白甲恁正经介绍的，蓝色教堂圣伊丽莎白，啊，这是同一个人。哦，安尼哦，应该蓝色，啊，伊是一个以前的国王，真正国王，迄种匈牙利国王叫做那个叫什么？安德烈二世，安德烈二世，祖囝，啊，这个祖囝，伊个是做名，伊个是伊做细汉的时阵，个许配一个以前的德国迄边的一个公爵啊，后来因先生，嘛是一个王子，嘛个类似种德国迄边的一个王子啊，后来因结婚
以后感情嘛介好，嘿，因14岁就嫁互因先生，嘿，14岁时阵，后来因先生一个应该是后来去迄个十字军东征啊，吼，后来就是无转来啊，难以死亡，后来伊个无搁嫁，嘿，伊嘛家己嘛有生几个囡仔，搁甲因饲安尼，毋过伊大部分的时间啊，嘿，拢是伫咧救助贫人啊，嘿，因为对城堡啊，摕介侪迄种食物啊，什么水果，嘿，所以嘿来甲城堡下骹啦，迄种互迄种救济穷人，互遐囡仔食面包，所以你会足侪所在其实拢会看到即个圣伊丽莎白，伊拢会伊介侪迄种装饰拢是面包啊，还是玫瑰花，嘿对，还有玫瑰花，对，顶界玫瑰奇迹。对，咱若袂记咧，当去看头前几集吼，蓝色的城堡吼，蓝色教堂，蓝色教堂。所以伊的即边是匈牙利的国王，然后倒边正边是伊的国王的长廊。甲伊以前甲因什么奥地利迄边嘛有小可关系啦，嘿。是，所以这就是伊个。咱拄仔讲到的国王吼，因即几个拢除了开国国王，就那个，比如说右边的那个那个拉迪斯拉夫，那个也是非常会，就是很鲜明的君王啊，对，所以拢是较有作为迄种，对人民嘛有些奉献的国王，像咧圣人安尼对伊来讲，拢会感第一个国王，所以拢甲伊当做是因讲的圣人，是讲就什么会当代表人去为因祈祷的人安尼之类的，这天主教的因的信用啊。所以顶悬的即个台有看出来有啥物奇怪的无吼？其实你若无讲，我看袂出来这是咧讲啥吼。最后的审判，地狱啦，迄个在地狱。地狱哦，是听讲即个是啥物？下骹有一个人，观众朋友你有看到无？有一尾蛇，这是蛇哦。一尾海蛇，就是魔鬼的蛇啦。是，这是魔鬼的。嘴开起来，人几十个，一嘴甲吞入去。所以下骹这是叫做地狱，对无？对。顶悬这是会当去天顶的。耶稣在审判好的人，这个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得救的人是，所以这是咱若去做者教堂吼，其实可能拢会当看到做者雕像、浮雕对无吼？咱就会知影真足看，可能嘛有很足成的迄个对无？可能有足成的。应该有啊，像因足侪内底画拢是最后的审判呐，或是最后的晚餐呐，其实就是不同的诠释方式啊，按讲这种是很重要的一种圣经的事件嘛，吼。是，都是甲圣经画落来啊，吼。所以这个是足水的吼，这内面听讲这足少有诶。就是伊一个祭坛，祭坛老师祭坛。这段，一间礼拜堂吼，一间教堂内底拢有一个这段，主要的这段，还有其他较无重要的这段。是，所以这段真水，真特别，就是100度对无？100度，伊这拢是木板雕刻的迄种画啊。那看起来都神金啊。应该伊拢有做处理啊，表面处理啊。门敢是当关起来。这边啊，还有两边安尼当合起来、开开。
这大概当概转去后壁，哈，可以当转去后壁。会当转去后壁，所以有48。你会当看到后壁，你爱转过来。有48个图啦。48足济哦。是，这都是圣经的故事。你即摆看左边是咪6幅画，右边是6幅画。这拢是这个主题，就是圣伊丽莎白伊的生平事迹。伊甲反正就是伊可能救济穷人的景象啊，可能有描述伊的伊才会创作者创作迄个即个做这个版画啦，伊想的甲伊画起安尼。所以其实伊是画迄个圣伊丽莎白的故事，毋是圣经的故事，但可能后壁甲即个圣灵有关系的故事场景安尼。是安尼。所以伊个这段顶悬吼，听讲即个倒病即个，倒病即个嘛是一个内底是有楼梯的啦，一个楼梯。伊这是一个内底，其实因遮教堂嘛是拢会按照因当时的迄种建筑形式啊，是想要创作啥物货，拢会起嘛，拢会想讲安怎即个教堂起较华丽啊，是想会当较水安尼啊吼。迄阵拄好就即个像咧因可能是要去顶悬迄个所在，遐毋是有一个十字架。是。迄嘛是一个观景台，你当爬去你遐，会当位下骹看落来。迄阵要纪念伊，遐毋是顶悬有写23岁嘛？迄纪念伊迄阵有一个国王要登基，可能有来遮，对啊。所以即个楼梯是啥物？双螺旋，听讲欧洲敢若4个，对无？即种介少，就是伊安尼为左边行去，右边行到中间都会汇合。是安尼。到边关去。两边拢会当行，来到中行，第下 hello 食茶了。安尼开讲。是袂介大细啊，细甲遐啊。细用。但是因为听讲爱钱，所以老师无去哩，对吧？讲迄阵咧爱钱爱，对，我迄讲预约，才会当去哩。反正你无付钱是怪开。是，就是来遮啥物货拢爱钱。对，来阁有这是啥物？这个嘛是祭坛，因天主教足侪一个大教堂内底嘛，都当做拢有一个小祭坛，拢做一个小祭坛的这其中一个因这个教堂南部的边边的一个小祭坛吼。这段吼。这段，主要是讲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武器，用枪啦，用炮啦，迄款的铁来做。是。所以伊毋捌是一个这段尔，一个教堂有足侪这段的吼。足侪。基督教、新教较多吗？基督教有较侪。新教。新教有过这段吗？咱就毋知影，无。因为新教基督教的。无上旧约安尼吼，爱需要献祭对无？老师。新教甲即摆旧教，就是讲天主教甲基督教无共的所在。基督教内底新教就无搁设立这段。是因为逐个人拢是祭司对无？就是讲，咱嘛毋免无需要这段吼，因为耶稣已经为咱死啊吼，所以伊一概死的。毋免阁献祭安尼，所以这就是拄则有看到的，这段边有一个啥物石雕吼，
若讲即个是六边形诶，其实伫足侪教堂那像拢有看到即种诶，本来有一个是，本来佫有一个楼梯会当起哩，对无？就是讲，去互拆掉啊吼。嘛当去你讲道，后来嘛可能无用啊，无讲啊，后来个改做圣器室啊，就是因咧做种礼拜迄种器具啊。好，是，就是做礼拜诶一寡圣杯即种诶，放伫遐吼。上讲上即种，即个嘛做有名诶吼。这物洗礼诶，洗礼翁仔嘛。洗礼盆，就是讲伫洗礼滴水用诶。滴水，受洗。是，顶悬是拉丁文诶吼。伊个是较古早历史较久啊吼，以前用迄种拉丁文嘛。14世纪。其实即个教堂有一个足特别诶是，伊即马阁有做拉丁语诶礼拜呢。安尼啊？逐礼拜日9点。哦。所以若要听拉丁语诶，嘛是会当来遮听呢。无简单，即位会当讲拉丁语，佫会做礼拜诶。吼，即个翁仔顶悬有听讲有足侪动物对无？一个什物鸟啊、鹰啊，较有迄种威严性诶动物，迄种雕刻。诚水啊吼！逐个有闲一定爱来遮看。咱要来讲两个传说，就是两个毋知影有影诶故事。人咧为足侪人来遮朝圣，就是要看即两个物件安尼啊吼。一个叫做，这是啥物？基督诶保会晓，安尼讲啦。就是基督诶保会啊。老师来解说者，就是讲就是讲新妇啊，无，就是讲无洗字，就车到迄个酒，就是生产咧用诶酒，伫迄个伊一块白布顶悬，结果迄块布呢，就显出十字架顶诶，就显出像顶悬安尼啦，有一个耶稣顶十字架。所以教皇呢，就认为讲安尼耶稣诶话，就是伫科西策闻着，所以科西策啊，规个欧洲从轰动起来，因为讲耶稣诶话伫遮。所以就是足侪人来遮看，所以本来即个城市是无名诶，对吧？伫斯洛伐克诶第2大城尔吼。后来的伫欧洲，大概就知影即个所在。因为拢会古早时代拢有一寡传说啊，讲你若摸着即块布，就破病就好去啊，就有一款。这敢有做成迄个圣经，一个妇人人对无？伊毋是去摸耶稣诶衫，爱就好去啊。摸伊诶衫裤，爱伊诶病就好去啊。头啊无买会好去吼。头啊无买好，真趣味。来即个就是另外一个人来朝圣诶一个什物雕像，本来是一个雕像对无？以前就是拢是伫即个匈牙利即个王国嘛吼，是袂介远啊，伫即个所在，所以听讲迄阵有一个圣像啊，就是像即摆有看到诶即个。你即个圣像，你搁伫圣维也纳诶圣史蒂芬教堂会看到。阵个是因为伤有名，有这位神性啊，大家感觉这是一个奇迹，对。所以这个圣像流下眼泪，迄阵的里奥波的仪式，就是按你前讲过的，开放新教，顶下跟有讲，新教会当盖木质教堂。对，会当家己起教堂诶，一个。
伊个讲按遮较即个迄个圣像较有神力，就甲伊再囥去因的迄个维也纳迄边来保护，来显神迹安尼，想要甲伊叫伊甲伊像咧甲伊搬去遐，结果对，要搬去遐即马是有啦，还是讲听讲搬去遐以后，佫无佫流目屎啊，嘿。啊，护圣即个神像的时阵，吼，个经过即个可惜即个城市啊，即个城市诶，感觉哇，安尼较厉害，俺嘛来 copy 一下，copy 一百，对，讲那么你考诶，甲伊想讲要甲伊刷去别位，结果无你好安尼啊吼。大家若真少看吼，可能有看到目屎。其实因讲到耶稣诶目屎吼，伫圣经内面，老师是毋是嘛有讲到耶稣诶目屎对无？耶稣为着人就烦恼诶事吼，伊嘛是会流目屎。流目屎对。是，所以就是表示讲耶稣做疼人诶即个心啊，吼。所以其实这毋是啥物蒙着伊对安那，还是讲看到即个就保庇，有上有保庇吼。这因无啥共诶观念吼，应该是讲看到这会想到耶稣怜悯人吼，迄个疼人诶即个代志吼。所以逐个观众朋友看到遮诶，甲家己饲一个赞，甲你饲一个赞，还袂讲煞哦，佫有较精彩诶吼，后礼拜佫继续诶，来就是咱今仔日看到诶吼，你有啥物感想无？吼，嘛会当写来甲阮分享，因为时间诶关系，咱无法度伫现场吼，但是你会当写来，我会伫现场甲恁拍字。开讲，所以继续来留言吼，互阮好。安尼今仔日做多谢老师，多谢丽丽，甲咱讲一个诚水诶教堂，有闲来遮济安尼，带你主持人带你去遐看一下吼，我家己嘛都想要去看。好，愿上帝祝福你，是。后礼拜一下暗同款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1点10分，佮做伙同阮来讲故事，多谢。叫做多维天，多维天，要讲多维天尔了，多维天尔，再会，多维天尔，再会，后一摆就会晓讲啊。好，平安。平安。